造 A1 的高特勒送给我们元仔姐姐，开始。 再次感谢我们元仔姐姐的大力支持，深情不及久盼，厚爱无需多言，感谢姐姐的厚爱。接下来，宝子们，咱们录屏的宝宝们可以录下屏，宝宝们哦，我尽量减少我的话语。OK 了，宝宝们，再来一首的来自我们楠楠的分点送给我们元仔姐姐，3、2、1。 Hey.